观众朋友，新年恭喜！欢迎收看新历2月初4，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过道上北这条路段塞车，天气愈暗愈寒，阴暗到明仔日透早，中部以北恐惊会落到剩12度。今仔日有25个本土病例，12例伫高雄，通恒物流公司加10例，市府要扩大扩列范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伊斯兰国 IS 的头人伫美军突击任务当中引爆炸弹自杀，尚无13个人死亡。今仔日是初4，高公局预估国道上北的交通量大约是平常时的1.6倍。过道了后，上北的车变多，目前国道1号台中丰原甲大雅、彰化保盐路段，还有台南系统，时速是无到40公里。国道3号台中沙鹿、台南关田路段塞车。若国道5号，恐惊会塞到半暝。提出高公局 App 1968，交通部长王国材亲身实测年假期间为高雄开车上北使用 App 高算旅行时间，透早6点外出发，10点外到台北，时间大部分是符合。昨天一大早6点，从高雄就回到台北哈。那我有在整个这个我们的1968的 App 哈。里面我也特别测试它的旅行时间的预测，也蛮准的。王国材表示，高公局连年来累积的大数据，互旅行时间估算愈来愈精准，用路人应加加利用。这月初4年假第7天，高公局估算全国车道以上北车流上济，中昼过后，较会塞车的路段会出现。国道5号上北按算会塞到隔天透早。国5的部分目前已经有一些北向的车流出现，那预估会持续拥塞到深夜，那大概会是有可能会到隔日的2点到3点左右才会得到疏解。另外，伫苏花路人部分，早起10点左右，上北车潮已经出现。公路总局有估，苏花界上北方向还有一班4500辆次会陆续北上。有估初4车济路段是上北、东澳磅空、观音国风磅空、和平甲松德路段。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大陆热气团的影响，今仔日初4，中部以北的天气同款是又搁寒又搁淡，所以有真侪民众走去洗温泉。伫台中，有业者透早开门，无4点钟，就200位民众来报道。初4一透早，台中大坑温泉区就客满了泡温泉的民众，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早起中部低温只有18度左右，真侪人拢来遮报道，行春兼出寒。而且它的温泉是辛辣泉，就是对皮肤很好。对，天气上也有影响。有影响，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寒冷、湿冷，就想来泡一下。对对对。这几天都在下雨，对，都带小孩子来泡温泉这样子。对啊。比较冷就对了。比较冷，对。温泉业者表示，今年过年天气的状况无好，来泡温泉消费的状况比往年搁较侪，而且一天会当来到400人次。而且目前户外温泉虽然政府无规定强制爱挂喙罨，但是民众离开泡温泉的区域，拢会自发性来挂喙罨，普遍拢有防疫的观念。今年的过年应该是疫情的关系啦大家不敢外出都选择来这里泡温泉我们这里的一大早从早上6点到10点就有将近要200人进来。气象局指出，4号这波冷空气愈暗愈冷，而且暗时到5号的透早，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12度的低温，请民众做好保暖的措施。这一波的冷空气预估会持续到就是6号，也就是初6的清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的温度可能会比较冷一点，最低的温度可能会出现大概12到14度左右。雨势部分，因方面的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的短暂雨，中南部山区是零星的短暂雨，平地是侪份好天。冷空气会到初6休假日的日时才会减弱。记者台中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今仔日新增加25个本土病例，46例带病入境。高雄12例本土个案，有9例是高雄港相关的病例，而且即马佫逼出防疫旅馆有几人个人确诊，目前要等咧追踪。另外，通恒的日益物流公司昨嘛增加10个相关的人员确诊。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25位。
那这里面在居隔间阴转阳的有11位，那没有死亡的个案。高雄总共昨天有报出12例来，那9例是跟高雄港有关。防疫旅社里面，那同一个楼层有数位确诊。那目前高雄采取的方式是一个预防性的清空，他要把这旅社先清空到集中检疫所来。那要召回1月19号，1月19号以后，有住过这防疫旅馆的人再召回采检，这里面应该是有10个案例，10个案例，10个案例都不是所谓的阴转阳，都是首度的匡列那采验那出来的。讲到汤圆物流公司的捐助案，佮增加10例确诊。因为公司的员工侪，佮有带做伙厝内人，所以市府要甲扩大范围又佮较宽。另外，汤圆伫初4、初5这2天设水到水注射的大型疫苗站，有真侪民众拢趁过年时赶紧去注疫苗。要打高端的可以直接进入馆内，不用排队。现在排队是排 BNT 疫苗。大家登录路拢是为疫苗，桃园市过年期间拢有做疫苗服务。初4、初5伫桃园巨蛋甲中立永民服务中心设大型注射站，随到随注，后面将做 BNT 甲高端疫苗。早期 BNT 号码牌已经有1000多户，高端也有400多户，人是真多。可能平常要上班，所以说刚好趁过年这段期间，然后大家可能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还可以休息这样。因为一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后来想说非打不可。今天还是过年期间那我们打疫苗的情况，我们看来非常的踊跃那也呼吁我们桃园市的市民踊跃出来打疫苗。都讲疫情搁欠悬，民众赶紧做疫苗。虽然联邦银行设地捐助案甲爱学电脑案已经收尾，不过日疫物流农家乐捐助也在做后续处理，尤其物流捐助因为员工人数多会扩大扩列。因为这日益物流的居隔人数有增加，那么因为员工人数很多，那么仍然有家庭的同住家人，那因此这个部分我们会扩大框列。另外，以后桃园灯会会改做静态，动态活动全部取消，因为的挂灯、彩鸡、龙潭的野财神也保留静态专业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北市佮开放66000栋的 BNT， 伫透早9点开始预约，不过1点钟内，敢若1成左右的人去约注射。台北市长高文哲表示 ，BNT 甲 Moderna 拢同款好，呼吁民众赶紧去注疫苗。另外，新北的灯会阴暗要点灯，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一切是防疫优先，今年嘛取消餐饮区。台北市春节注疫苗计划头一天，已经注文的民众陆续来，摕出小黄卡、佮有健保卡报到，准备注疫苗，为家己提醒保护力。台北市长郭文泰嘛亲身来视察，当时呼吁 BNT 甲莫德纳拢同款好，因为初4这天，台北市府佮摕出66000剂的 BNT 疫苗，9点开放注文，但是来约的民众敢若有较少。这个半小时30分钟4863。这个不够踊跃，你不打 BNT 也没有那么多莫德纳让你打了。我跟你讲，确诊者小孩子要叫本来没有得病的大人去照顾他，这实在是以前都有规定了，大人不准，那个太老的不行了，65岁以上，但是总是有改善的空间的。最近陆续出现家长陪病而且防未到的状况，对陪病细节，郭文泰讲，阁爱想一下。不过疫情一直咧烧，副市长黄珊珊嘛透露，台北市今日新增加1对母仔囝确诊，细节阁有待中央公布。另外，新北灯会暗时点灯，市长侯友宜强调，一切以防疫优先，取消美食区。我们即将在今天开幕，我们特别一切以防疫为最大的优先。我们取消了美食饮食区，那也用很多的录影监视系统来监控人潮的数量。他要进去一定要采10连制，戴口罩。初4侯友宜视察公车的防疫清消作业，要求车辆加强清洁，比照3期境界规格来办理。面对疫情，爱谨慎以对。新北市中和疫苗注射站，初2到初6开放，每一天1000人。人若来各组，嘛出现民众排队的情形。记者郭灿刘志嘉台北报道。
防疫要紧，中央禁止政治人物走场拜票。台南市也宣布过年期间经庙袂当发红包。不过，所有民众发现讲，昨初三伫客家中良宫头前，有议员咧发红包，现场阁摆真侪人。防质疑讲是防疫空棒。不过，这个议员讲，这是伊私人的行程。安那卫生局也表示，现场若有做好防疫，确实是无违反规定。满满的人潮出现伫台南客家这间庙头前，这是昨排队领红包的状况。但为着防疫，中央已经禁止着政治人物走摊。台南市嘛要求公庙的唔通伫春节期间发红包。所有台南市无党籍的议员谢彩婉伫昨发红包给乡亲，嘛防质疑会变成是防疫破口，甚至有民众质疑是议员为着走检要选举来铺路。我拢会去中央去拜拜根本是我私人行程啊，在边我有电话保出自己啊，我直接你干嘛误会呢？议员回应发红包是这10档来，因为一档拢有的私人活动，毋是走摊。嘛，互伊讲对着要替伊走囝选举铺路，这种讲法毋是真的。庙方嘛强调，所有的过程拢符合着规定，民众一定爱扫实联制，嘛爱保持着社交的距离。内拢有实名制，啊，搁有扫 QR code，阮这毋是讲因伊较办的，阮这有阮这间庙就开始较真。庙方表示，分红包的活动为起庙以来就有啊，当天领红包的人数大约300多人，毋过距离拢有扭开。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因为这是议员个人的行程，无算走摊，加上庙方有配合着规范，初步了解无算着违规。记者王刘婷、陈显坤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伫初三宣布讲，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 IS 头人哈希米，伫美军突击时阵，家己引爆炸弹时自杀，炸死家己甲某囝。这几个反恐怖主义的行动，尚无有13个人死亡。不过美军表示，这拢是哈希米引爆炸弹造成的。初三透早0点40分左右，美军战机掩护3架直升机伫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阿提马对土耳其边境的这栋老厝发动攻击。30名特种部队成员冲入去，爆发激烈冲突的3点钟，美伫内底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首脑哈希米最后引爆炸弹，将家己甲太太囡仔全部炸死。Last night, operating on my orders.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orces successfully removed a major terrorist threat to the world, the global leader of ISIS, known as Haji Abdullah. 过攻击过程，美国总统拜登甲副手贺锦丽甲国安团队拢就伫北京战争室，拢咧注意实况。这是拜登上任以来上高调的一场反恐任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这个攻击造成10名非人囡仔在内，至少13人死亡。美方表示，这个伤亡是哈希米自爆所造成的。美军了后摧毁一架参加这摆任务发生机械故障的直升机，无具体说明原因甲位置。美军率去展开几摆空袭摧毁突击行动的现场。消息人士指出，这目标地点正靠近南明营甲主题区，也增加突击行动的困难度。They're leaderless today, and that's a significant blow.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we believe ISIS is going to be able to just get over real quickly and real easily. But they still remain a viable threat. 哈希米伫2019年伊斯兰国前首脑巴格达迪，互美军断事了后，就被任命做新领袖，一个顺应伊斯兰国定来。经过月底攻击叙利亚东北部，约3000名伊斯兰国战士的家是这几年来上大胆行动。五角大厦表示，当时哈希米对伊斯兰国是短期内一大打击，不过伊依然是全球性的安全威胁。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乌克兰的局势当咧紧张，美国阁调动3000名部队去支援东欧的北约同盟国家。不过，罗西亚认为西方国家是用罗西亚会拍乌克兰做借口，要甲罗西亚牵进来战争内底，尚无要达到甲罗西亚围起来的目的。
俄罗斯继续向乌克兰边界增加兵力，所以美军要为外派德国部队当中抽调1000人移防罗马尼亚，另外2000人是为美国本土分别派去德国填补这空缺，搁进入波兰。波兰甲罗马尼亚拢是北约组织的会员，啊，不过搁较瓦近俄罗斯甲乌克兰。美方指出，华府目前未派兵进入乌克兰协防，增加兵力的用意是咧显示北约组织的团结。If we allow bad behavior to stand, if we reward bad behavior by giving the asks, then what we can expect is more bad behavior. 不过，俄罗斯除了坚持无承认有入侵乌克兰拍算也指控以美国为主的北约组织，想要以乌克兰问题做借口，目的是要围堵俄罗斯的发展，甚至将俄罗斯加入大规模战争。俄罗斯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当局目的是北约重视俄罗斯的需求，也就是停止向东扩张，无纳入乌克兰，互双方拥有军事缓冲区。То ест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можно счита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побед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Западе, то он тоже получает некоторые дивиденды от этой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а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факт. 外电报道指出，俄罗斯除了已经在边界部署10万大军，也会增加3万人。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镜头转来国内，有一寡民众过年会去银楼买金马，讨一个好彩头。伫婚林斗六的太平老街，有一间70多年的金马店，经过整修变做当地特色店头，保留传统的文化资产。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Hello， 你好，欢迎光临。想要找那个虎年的饰品，是送小宝宝蜜月的吗？对，好，绑红绳的虎鞋系列。以前觉得很有距离感，有一天晚上骑车路过，然后就被这间房子的建筑吸引。这间银楼的第3代店主，因为真介意这个老建设的气氛，2008年伫个翻修1楼店面的时阵，为了恢复旧厝的面貌，这旧料嘛，将做设来设计一部分。就是所有的建筑，它的窗户都换成7米窗了，所以它就当然就会被拔下来嘛。所以我就把它当成隔屏，一半陈列在门面，然后一半当这个红砖墙的背景。老家有几落的居民嘛，想讲要来翻修老厝，不过都唔知讲要为倒位来翻修起呢。把那个隔间板拿掉以后，我们才发现它原来那个我们楼上是有阁楼的，然后又发现一些里面原来是存在原木的，那时候就会觉得很感动，就会觉得说，那么漂亮的东西，然后要把它盖回去吗？后来因加入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嘛有摕到专业建筑师甲这个工班协助。当地文书工作者发现，讲部分的传统建筑欠工较严重，望讲相关单位当来重视这方面的技术传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比较多的，大概就是日式建筑的大木作。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于在更传统一点的头嘎处或者是竹编夹泥墙、主管厝这一块的培力的工班？虽然太平老街顶的建筑拢无文化资产的身份，不过50年的老厝。无100年的古迹，要保留老建筑，就是为着未来世代来甲因保留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一位新疆者艺术家，3岁着小儿麻痹，不过伊的手艺真卡，因为介意咖啡，特别利用茶烧高温的特性，研究制作利咖啡的飞叶杯，甲伊介意的咖啡甲飞叶结合，拼出家己的事业。40岁地震前用手揪粗灰仔来做冲咖啡的利杯，唔通看动作简单搁紧，这是要有20几年的功力，而且要收集3-4个月作品，才会启动一摆优秀。关门倒会了后，要过耐心顾温度几啊天。柴烧的作品它是有远红外线的效果啦，因为胚体里面的氧化金属的关系，而且柴烧100件东西进去，就是100件出来都是不一样的。伊3岁得到小儿麻痹，天公伯所予一双骹手，互伊伫创作路上比一般人美丽。因为真爱咖啡，研究咖啡，伊利用日本灰仔土、美国乌土、台湾粗灰仔土，炸烧出手冲利杯，冲出来拢无同款的风味。第一个是比较甜啊，然后它的酸质的比较明亮。最主要就是我看到的是才哥的对于整件事情的坚持。
为证明家己赢伫加比界有这款的事业，伫凊彩2018年参加高雄大港杯国际航道比赛摕到亚军，帅气伊申请专利，佮甲日本有名企业合作，成功为家己打造出一片的天地。其实我的人生就每一段其实都不太相关的，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学的是电脑，那大学是学语文，就是每一段工作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做陶这个事情是坚持最久的了。伫国内加比界已经小看名声的凊彩做人煞意外低调甲客气，伊强调家己的创业过程就亲像查小，无开窑进前根本毋知影会安怎做好事前准备，开窑迄一刻就惊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南屯是大台中上早开发的区域，即卖南屯路伫迄当时有台中第一家称号，真侪因应迄当时需求的产业，亲像拍铁的犁头店，佮有用传统手工制作的米仔糊，拢是在地传统基地。不过时代的改变，即寡产业也渐渐找落去，要安怎保存传承落去，是真大考验。叽叽叫的麻椒仔声，佮喷火金青，这对蔡金勇来讲，哪咧食凊饭咧？无到一时仔囝，即家已经用真侪年的菜刀，佮抹甲来检检。南屯老家的犁头店，到今已经80年的历史，嘛，入这真侪市场的顾客。除了菜刀甲农具，蔡金勇讲伊要阁要想要做花纹刀，逐片刀把顶悬的纹路拢无同，还可当接受人客主文来定做。像这款的产业要转型，蔡金勇讲确实有拄到真侪顶一代的压力，一定会有落差跟断层啊，变成说，老一辈有跟我说这个是大概什么东西，大概怎么做，我就可以跟着做。那算是一个技术跟一个知识的传承。同款伫个南屯的这间老店，伊这款的声势看起来个介有声头哦。这个米仔糊芳讲讲，已经传承超过半世纪了。坐落伫个三角窗的米仔糊店，早期可能是金店面，不过较早互当作是英字副食品的米仔糊。除了讲拄碰到小资化甲机械化的冲击，伊的传承嘛受到考验。因为每一个行业毕竟有走到它尽头的一天，因为不见得每个客人都会陪你到最后。我们很乐观看待这个事情，毕竟如果能转型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能转型的话，也就要让它在时代画下一个句点。但东方讲，除了无人来接手，这台老机器已经运转30年啊，毋知当时就要甲收起来。虽然讲正学咧拄撞到这个时代的变迁，目前要甲逐工的工课甲做好势，尽量互这个香味会当来深深刻伫个老台中人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现代大楼愈起愈济，厝边隔壁的感情煞愈来愈生分，无因交流也罕得互动。2019年，台北艋舺成立一个印马村，伫这个空间，村民会当做伙修理旧电器，参加各种活动。这个都市型的合作系统，互村民找出咱人甲物件的价值，做伙来看卖。经过60年的旧社区，今仔是个大门开开。原本暗影荒废400平的国军福利社，这2年互一马村来接手，搁来点导光明。这嘛是艋舺真侪组织甲社群，含这个创作者甲长辈的寄托。这也将近要60年的建筑物了，所以为什么天天来？因为离我家蛮近，然后我又没有什么事情做，那我找一个据点就来这边。旧衫甲七套米，拢整理甲清气淡淡咧，等待后一个主人。一马村逐个月拢来举办真侪再生实业活动，嘛互这旧电器陆续熟过的这物件拢来得到第2生命。经过修复的过程，嘛互真侪人生捌着搭过的人，伫遮得到了解甲善态。除了好像看到有环境或是物件被再生之外，其实最主要是自己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个自我探索的时空。这些成员互相讲是村民，因为身份为义工、单亲妈妈、独居长者，背景多元，不是个一马村透底都毋捌用社福单位的认证基准。无论是啥人来到这，拢会当来放落身份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任何人不同的角色都有机会加进来，在里面收获到他需要收获的事情，或是投入他需要帮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样会慢慢回到说，都会里面也有这种互助的村落的出现，对，让这个大家可以互助在一起的可能性能够慢慢的拓开。大家人凡是拢捌含这个社会有无到达的时阵，伊马村相信讲，每一个人甲物件拢有伊存在的价值。
导回形的辅助系统，嘛一直伫这个空间内训课。创办人吴婷婷甲黄鸿辉拢毋茫讲，未来伫规台湾各地会当有更加侪亲像这个一马村的所在，会当安尼豆豆来建立。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下晡晡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5度，中部地区14度到20度，南部地区17度到25度，东部地区16度到22度。外岛地区8度到16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今仔日下暗7点，咱再会。